Hello，又係我肥魚啊！鬧夠未啊？你個死地產佬係嘛？肯定係想炒高啲樓價托市係嘛？吔屎啊你！唔係，首先第一咧，你要明白物業咧唔係真係我嚟住咁簡單嘅，呢個係一個個人資產，係社會經濟嘅一部分。啊，你要穩定嘅市場咧，首先第一你一定要穩定嘅樓市，可以令到澳門市民分享到經濟成果。啊，咁你先至可以穩定你嘅經濟啊，係咪？你騙不了我的。除非你好似新加坡咁，一開始咧就放棄咗啊物業呢個市場，係嘛？咁你話可唔可以變咧？唔係話唔可以嘅，即係你叫個男人明明中意女人，突然間中途轉機得唔得咧？想死咯，好唔好 ？OK。我喜歡。咁啊，其實呢幾日咧，啲大佬咧都係北京嗰度開緊會嘅。咁佢哋講咧就話要樓市股市回穩向好 ，OK。樓市股市咧係未來經濟重要嘅風向標。咁你話啦，喂唔係喎，習主席之前話喂唔係喎，樓我嚟住唔係我嚟炒賣嘅喎，係咪啊？你都唔通話而家要改翻正啊？國家都定調咗啦，唔好再堅持呢啲無謂嘅諗法啦，好唔好 ？OK。我一定會堅持啦。咁啊，跟住你一定話喂會炒高啲樓價喎 ，OK？ 嗱，咁而家咧多咗咧41,100個單位出嚟，仲未計現在市場上面嘅空置單位啊，再計埋未來會嘅市場上面嘅供應，我係咁依計都要12年啦 ，OK？除非你話喂，未來10年我唔喺經屋，唔喺夾屋 ，OK？ 暴動都似，好唔好？英雄們，好啊！我話俾你聽，據我估計，就算我哋行晒我之前我所講嗰啲嘢，或者再加其他政策都好，起碼都要6、7年時間先消化得到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。咁你話行唔行咧？你自己考慮啦吓。跟住你話喂，你個死地產佬想托市？喂，地產佬，我係地產佬嚟噶，好唔好？我唔係李靜啊，唔托市唔通托塔咩？你都傻嘅。得怕你。仲有啊，而家係打緊貿易戰，好唔好 ？OK。睇下金毛獅王飲大咗，話行啲咩經濟政策突然間黐咗線，你真係含得着嚟講，我話俾你聽。嗱，真係噶，唔好再行民粹主義啦，回歸理性啦，好唔好？幫下澳門經濟，幫澳門小市民分享而家澳門嘅經濟成果，好唔好啊？理性啲啦，OK？有咩我哋討論區再傾。